如何使用訂金、尾款的方式支付訂單？除咗一次過付清，商家仲可以提供訂金、尾款嘅支付方式俾顧客。呢種方式容許顧客先支付一部分訂金，然後商品交付時支付剩低嘅尾款。自取訂單支付嘅時候，點擊選擇訂金，輸入已收訂金金額，選擇支付方式，點擊確認即可支付訂金。回到首頁，點擊右上角嘅花籃 icon， 進入自取頁面，揾到啱啱嘅訂單，點擊訂單。顧客自取貨物嗰陣就可以支付尾款，尾款嘅支付方式也可以選擇。送貨訂單支付時，點擊選擇訂金，輸入已收訂金金額，選擇支付方式，點擊確認即可支付訂金。回到首頁，點擊交易記錄，揾到啱啱嘅訂單，按住往左拉，點擊支付尾款。尾款嘅支付方式也可以選擇，但如果提貨方式為銷售，則無法選用訂金、尾款支付方式。